出示了付款码。好的，请慢用。好的，谢谢。嫣嫣接好小萌萌，我们走吧。他们找到了一处位置坐了下来，他们开心地吃着冰淇淋。那两个应该就是萌宝和烟宝吧？小萌萌不远处坐着几个大学生注视着他们。什么叫应该？明明就是好吗？哇塞，没想到放学来吃一次冰淇淋，竟然能偶遇萌宝和烟宝。有小姐姐激动地拿出手机给小萌萌和布林烟拍了照片，发到了她的朋友圈。你们看，他们边上的那个该不会就是白洛尘吧？看上去很像，好想上去和他们一起合个影呀！天哪，萌宝对我笑了呀！小姐姐激动得快要晕了。萌宝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上前跟他们拍照。有小姐姐已经蠢蠢欲动地走上前。你们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哇，洛尘哥哥真的好帅呀！请问我们能和你们合张影吗？这个你要问他们，我做不了主。萌宝、烟宝，我们可以跟你们拍个照吗？我们可喜欢你们了。妹妹答应可以就可以。布林烟依旧是小萌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萌宝可以吗？小萌萌害羞地答应了。